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受到国际批评之际，中国当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直接瞄准海外维吾尔组织和维权人士。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9日举办在京第7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许桂香表示，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后置了所谓新疆数据项目、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维吾尔人过渡期司法数据库，笼络收集了一批所谓的证人证言，妄图以假乱真，诋毁新疆，蒙骗世人。他表示，上述3个数据库中，新疆数据项目由臭名昭著的欧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建立，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由美国人宾杰恩同多名反华专家和东土分子建立，包括东土分子塔伊尔移民。维吾尔过渡期司法数据库由世委会下属的挪威维吾尔人委员会头目巴赫提亚尔·欧迈尔建立。维吾尔人权活动家塔伊尔移民表示，这证明了司法档案工作的重要性。日本的维吾尔人已要求日本公司检查与在东突厥散强迫劳动中受益的中国公司的联系。日本维吾尔人协会和东京的一个人权组织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日本公司调查与使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工厂的联系。他们表示，书面请求已发送给14家日本公司，包括日本电子公司索尼和东西吧。共同社报道，面对维吾尔人的压力，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对北京政府实施了制裁，但日本的消极态度引起了批评。在中国驻欧洲大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破坏维吾尔人后，欧洲外长培恩表示，一些十分可信的报道已经揭露了维吾尔女性被虐待和折磨是系统化现象。4月7日，中国驻欧洲大使馆在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中共宣传片，否认了其大规模破坏维吾尔人。次日，欧洲外长培恩驳斥了陈敬业的说法。4月8日，培恩对天空新闻说，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对东突厥散人权状况的深切担忧，特别是涉及到强迫劳动、在教育中心、限制宗教自由、限制生育、强迫绝育。此外，关于妇女受到系统性虐待和酷刑折磨有着非常可信的报道。这个名为《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宣传片介绍了中国政府对该地区人权问题的解释，包括强制绝育、集中营和强迫劳动。中国外交部就美国以支持北京政府的军事现代化工作为由，将7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讲到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华盛顿政府将7个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讲到，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技术垄断及主导地位，以及阻止中国的发展，一再泛化对中国公司实施打压。中国坚决反对美国的态度，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赵立坚说，美国的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科技进步发展的步伐，只会更加坚定中国自主创新的决议和意志。美国昨天发表的声明中说，济南、深圳、无锡和郑州超级计算中心和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以及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被列入黑名单。缅甸军方控制的电视台周五晚报道，19人因在仰光杀害一名军官的助手被判处死刑。上述被告被控3月27日在仰光用刀和棒棍袭击了上述2名军人和其他人，军人1死1伤。这是自2月1日缅甸军方接管国家政权以来首次公开宣布的死刑判决。据报道，缅甸军方的暴力干涉已导致600多人死亡。